377个人里面有70个人看诊的71次，其中有5个人发烧。就在我们问部长的时候，跟你说一切安好这样子，这个到底是在干嘛？其实磐石舰上面有377位军事官兵，其中呢有70人看诊了71次，这个比例高不高？你觉得？因为这个资讯啊，是我从礼拜五回来看的第一次听到讲的资讯。好，那其中有5个人发烧。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，磐石舰当时我也直接咨询过我们的部长嘛，他跟我讲很好，磐石舰上面有负压隔离病床啊，然后还可以有直升机啊，然后把那个载走啊。377个人里面有70个人看诊的71次，其中有5个人发烧。就在我们问部长的时候，跟你说一切安好这样子，这个到底是在干嘛？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啊，其实我所有的资料，你后半段我知道，就整个在航行过程中，在到达帛琉之前跟到达帛琉之后，总共有5个人发烧。但是这些人啊，经过在舰上的那个医师啊，把他隔离到一般病房做那个诊治了以后，大约4到6天，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这件事情啊，在昨天那个礼拜天那个记者会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指挥官就是陈部长他讲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这个专业判断啊，说实在很难，见仁见智，很难。他说这个东西，可能就是我们后续调查的一个重点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要跟你讲，有一件事情并不难的，就是说哈，如果你说就是那3个，我们后来发现呢，按396、397、398，有的有奖，有的没奖，或诸如此类的。现在是我要强调的是说，如果有舰上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曾经看诊过，其中5个人还发烧。那一段时间，3月26号正是美国罗斯福号确诊发生的情形，全部的国际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甚至有的国家有的船舰还主动要求大家来闻触，嗅觉丧失嘛。那闻触闻不出来的，赶快都用最严格的就开始去做后送或做什么处理。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我们的整个这次磐石舰的敦睦的这个支队，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的轻忽，还不是这样子而已哦。我们还有个联测小组，对不对？我们由国军海左营医院，然后海军左营医院还上传，还有一个联测小组联合的小组上去看那些资料。那你看完的这些资料，你不会觉得很惊悚吗？这么多人都看诊了，然后你还把这些人全部放回来。我隐匿我还是先说我不敢说，但是轻忽你不觉得这应该基本要跟国人做一个道歉吗？现在鸡飞狗跳民情沸腾的，您的看法？其实委员说的很直接，其实这个不光是说外界质疑啦，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衍生这些项目，我们也把它列到未来我们调查项目。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海军也说了，就是说针对这件事情，未来我们会依据指挥中心所有调查的结果，然后就责相关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。